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6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5篇，列王记下卷第3章第4节到20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6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的人。大家感谢咱的台岛有伫即个确诊了后恢复一天比一天较好势。虽然游玩阁感觉真有忝，但是声音已经继续好势。感谢主吼，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也有真侪的体验。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即个主题，光明的人。那么对于即个苏俄甲乌克兰的战争的中间先来讲起。最近呢，伫即个战争的新闻中间，有一个真出名的苏俄的女检察长，伊个叫做娜塔莉亚，伊公开发表反战的言论，并且伊真无客气来批评即个苏俄军队是即个苏俄甲乌克兰两国战争中间的悲剧甲哀伤啦吼。但是呢，虽然安尼，其实伊本底是乌克兰的检察官，伊捌伫2014年的中间，就是对即个乌克兰的首都 Kiev 做检察官来施职，然后伊到伫苏俄侵略占领的克里米亚即个半岛遮来做检察长，真做一个反叛支持苏俄侵略乌克兰占领克里米亚的一个人。虽然伊即摆的做法甲伊所讲的话得到侪的娱乐甲掌声，但是上时也有人质疑伊的忠诚度。有人讲伫伊即个水水的外表，伫伊真互人欣赏的职务，以及伊讲话的声量极悬，对苏俄的批评的下面，是毋是稳装着所谓的黑暗面，是侪人咧观察伊的一个重点。甚至阁有迄个乌克兰的真有钱的人用钱要来掠伊吼。安尼的代志其实不只是发生伫伊的身上，事实上，咱也看到即个战争的中间所发生有侪苏俄也是乌克兰的反叛分子，毋是去互人甲自杀，就是去互亲像乌克兰的政府掠着遮的间谍，因无法度伫迄个日头的下面来生存。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卷第3章，也甲咱讲到即个类似的情形。摩押王米煞养饲侪羊，伊每一年来以色列王来进贡10万只的羊甲10万只的公绵羊的毛。以色列王亚哈死了后，米煞就背叛以色列。这个背叛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事啦吼，就是讲咱讲忠诚，是伫基督信仰顶悬对上帝态度的基本要求，因为迄是光明的人所会做的代志。有一寡背叛上帝正的王，咱才看到这个列王的记载继续，咱看到因拄着困难的时阵，
因虽然背叛，佫会晓转来来回头来找上帝的先知。无过伊二三要甲因回应讲，恁应该倒转去找恁的老母以及遐个神明，因为恁拢属伫迄黑暗的。保罗甲以弗所教会所写的批信的中间提到一点，伊讲毋通互任何人用空的白贼话来欺骗恁，因为为着这会使上帝受气，要临到迄个悖逆的人的身上。上帝受气要临到伫悖逆的人的身上，对伫这个属伫上帝的人来讲，就是应该爱活伫这个光明的中间，就爱离开迄个黑暗，也是讲黑暗中人会做遐代志来离开。伫过去的这个礼拜日，洪阳牧师甲咱提醒，伊讲是咱咧影响世界。也是咱一直咧互世界咧影响，咱是活伫即个世界的人无毋对，但是咱无应该被世界来拖咱的鼻仔咧行。咱爱诚做光明的人来影响即个世界，来归向上帝。但是事实上真可惜，大多数咱看见基督徒有侪人受到世界影响，好哪参就较侪。咱不但无法度用咱的信仰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上的代志，真侪时阵咱看到有用社会的手段运用伫信仰的团体内底。今日的经文保罗的劝勉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伫初代教会内底也是经常发生安尼的事，基督徒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着教会。保罗讲，所以毋通甲这人来往。恁原本是伫个黑暗的中间，但是对自从恁成做主的信徒，恁就伫拢光明的中间。恁的生活必须爱亲像光明的人，光明的人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子，就是良善、正义、真理。伊讲着爱明辨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代志，毋通做别人伫黑暗中所做遐个无利益的代志，反倒当将这个事来挖出来。因伫暗间的中间所做这个歹代，连提起就感觉真见笑。基督徒甲歹的距离，袂当干那是一线之隔，着爱离较远，全然无受影响。因为暗伫光的面前是无徛起的所在。伫光明的人的中间，咱无应该爱会独居啦吼。以前的人咧讲日出而作，日落来息。迄个意思就是讲，伫迄个日光的下面，伫光明中的人是袂当困的，着爱真勤奋吼，真骨力来做代志。阁有人讲，假困的人叫袂醒，毋是真困的人叫袂醒哦。为什么？因为真困的人只要困饱吼，伊就会醒啊。但是假困的人吼，就算袂忝，伊嘛假伫咧困，所以一日到晚就拢假咧，安尼拢袂醒安尼。即种的人袂醒的原因，是因为因全时间拢咧假做咧困。保罗讲，当一切的事被公开出来时，真相就露白。因为既然显明出来就是光，所以时中
即个时钟安尼来讲，醒过来吧，困的人啊，对死人中起来，基督的光要照恁。保罗不但爱咱活伫迄个日时的中间，咱爱阁诚做一个清醒的人，更加需要咱伫即个日时的时，伫日头的下面、光明的下面，谨慎咱所讲的话。伊讲，所以恁的行为着爱谨慎，毋通亲像无知的人。着爱亲像有智慧的人，着爱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目前的日子真险恶，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着爱明白主的旨意是甚物货，毋通喝酒，因为迄是会败坏人的。爱互圣神来充满，爱用诗篇、圣诗、灵歌来对唱。爱对心底发出音乐，学了主，伊唱歌，爱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伫逐项的事感谢上帝。所以，照今仔日保罗的劝勉，伫光明中间的人，应该爱凡事感谢上帝，袂会逐项代志拢抱怨、埋怨。借着理由机会就行歹，这是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伫人的头前，人的后壁，所讲所做，拢得爱存着感谢的心，用光明的性命来对上帝献上阿乐甲感谢。诗篇75篇。上帝啊，阮感谢你，阮感谢你，因为你伫阮身躯边，阮要保养你奇妙的作为。上帝讲，伫所定的日子，我要照公平审判。地甲地上的子民拢摇出来时，我要互地的基础坚固徛在。我对骄傲的人讲，毋通骄傲。对歹人讲，毋通典位，毋通唱手，也毋通言暗棍讲大话。人高声毋是对东，毋是对西，也毋是对旷野，只有上帝施行审判，互即个降价，互迄个高声。上主的手提杯，规杯拢是受气的厚酒。伊甲酒倒出来，地上的歹人拢啉，啉到干。毋久，我要唱歌讹乐雅各的上帝，要永远保养伊的作为，歹人的权势，伊的斩断；义人的溃力，伊会加强。感谢主赏赐阮日光，互阮也有福气，成做光明的囝。求主帮助阮生活顶悬维持伫光明的下面，成做世界光，活出见证。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